美國嘻哈歌手楊斯庫特 Hans Kuter 驚轉遭警方槍擊重傷不治，享年39歲。巧合的是，事發當日正是他的生日，本該慶祝的日子就成忌日，令樂迷震驚哀慟。據 TMC 報導，亞特蘭大警方接獲民眾通報槍響後趕赴現場，發現兩名男子從屋後逃逸，其中一人即為楊斯庫特。他在試圖翻越兩道圍欄時遭警方射擊，腿部遭受重創，最終因傷勢過重不治。警方雖未詳細說明具體死因，但澄清執勤過程中未開槍，案件細節仍待進一步調查。楊斯庫特出生於南卡羅來納州，9歲時與家人搬到亞特蘭大。他的音樂才華在2012年嶄露頭角，並在2018年推出歌曲《Jet Lag》，成功打進告示牌百大排行榜。